除了以下的冲突以外，即马罗西亚也来加强攻击乌克兰。过去24点钟内，总共有10个州118个即个住落受到攻击，这也是今年以来上侪城市甲庄头受到影响的一摆。哈尔科夫甲赫尔松的地区拢有一个人死亡。 大楼外边的铁路拢互爆炸破坏，威力正大，将在窗仔门拢震碎。乌克兰南部大城哈尔松昨日遭受俄军的炮击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2个人受伤。Я не знаю, 30 минут назад, 40 минут назад, даже не знаю. Я услышала крики и вылетевшие окна, стекла. 乌克兰内政部长讲，在过去24点钟久内，乌克兰全国27个州内面的10个州有118个所在受到俄国的攻击，从今年以来被攻击城市甲村庄上最记录。哈尔科夫也有1个人死亡。乌克兰甲西方盟友担心，俄罗斯将会像去年同款，在冬天来进前加强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。 因为乌克兰军队甲技术研发的无人机，伫这场反攻也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。 32-й зум механічний і до 120-го цифровий. Тобто можна 120 раз максимум? Можна подивитись, що пише на футболках у наших ворогів. З якої висоти? З висоти 2 кілометри в середньому. 这种名叫做山鱼的无人机，每一台成本差不多5万美金，俗搁好用，会当当作乌克兰军队伫咧空中的远程目睭。团队就由无人机连出目标，结果甲坐标团和炮兵部队发动攻击。因为俄乌战争也未煞，以下战争即马搁伫咧拍，国际之间也正关心中国的态度。中国担任11个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家，驻联合国大使张军除了强调。 解决伊巴问题是首要任务，也继续关心乌克兰的局势。Definitely will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, and it has been on the agenda in the past more than 1 year and a half's time, and we will watch it very closely. 因为乌克兰伫咧东部甲南部的反攻差不多无任何的进展，引发对战争感到野心的担心。 拜登政府最近已经要求国会批准对乌克兰甲以色列超过1000亿美金的援助计划。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是讲，乌克兰军队想要进入扎波罗热、赫尔松甲顿涅茨克地区时阵，遭受重大的损失，但佫无提供任何证据。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。